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0年5月20号。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恒大清盤，聊聊中國的房地產。最近央行、統計局密集發布相關數據，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，所謂的小陽春只是上海一家稍微好一點，其他地方實際上都是在下跌，有的是在加速下跌。今天中指研究院公布了50城住宅租賃價格指數。大家也知道，這個租售比也是房價穩不穩、樓市穩不穩的一個重要指標。如果租金一直在漲，那樓市它總會穩的；如果租金一直在跌，也就說明房價、樓市還不穩。中指研究院4月50城住宅租金環比轉為微幅下跌，什麼意思？以前50個城市租金3月份是略微小的漲幅，但是4月份轉而下跌了。4月50城住宅平均租金是33.98元每平米每月，環比下跌 0.05%， 同比下跌 3.4%， 跌幅較3月收窄 0.27个百分點。春節後脈衝式租賃需求逐步釋放完畢，4月市場熱度自然回落，導致全國平均租金小幅下行。總之，不管什麼原因，你現在租金跟去年4月同期相比，你也是下滑了 3.4%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你很難說樓市穩住了，租金在下行。今天我們在網上看到一組數據，這數據大家參考，說全國幼兒園入園人數跌破1000萬，在園總幼兒減少509萬人，入園人數從1922萬降低到970萬，8年間遭到了腰斬。也就是8年前我們入園人數是1922萬，這小孩上幼兒園，你現在只有970萬，這8年裡面少了509萬，不是跟去年比少了509萬，跟最高峰比是腰斬，這個就是斷崖式下跌。這個總和生育率從 1.3 降到 1.0， 韓國用了17年，而中國僅用了3年。出生人口斷崖式下跌才剛剛開始，下跌斜率會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陡峭。未來2年人口問題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，也就是出生人口斷崖式下跌。那這些對樓市都不是什麼好消息。我一直說時間是不站在房價上漲這一邊的，你人是越來越少，小孩越來越少，你房子越蓋越多。8年前1922萬人，現在只有970萬人，少了900多萬，將近1000萬人。這1000萬人，你想想，再過8年，他就小20歲了。再過8年，這些人本來有將近2000萬人要買房的，剛需，他20歲了，考慮買房，但是現在只有900萬，所以這人就少了一半。我們看今天第一財經刊登一篇文章，叫《地方國企下場收購二手房》，很多經濟學家、很多專家都建議地方政府收購二手房，收除。第一財經今天報道，他說，在廣州樓市新政匯8條發布後不久，廣州花都區、南沙區先後響應跟進，區屬國企下場收購居民手中存量二手房，通過多種方式激活市場需求。南沙區區屬國企更是將收房範圍拓展至廣州全市，不只是在廣州，今年以來各地已有超40條以舊換新相關政策落地，包括上海、佛山、湖南等地。而歷經2年的探索與完善，當前各地優化更新以舊換新模式更加細化，通過擴拓收購房源用途、擴大房源收購範疇範圍等方式，加大支持力度，提升企業居民參與意願，強化暢通一二手鏈條的效果。說實話，這讀着都彆扭。也就是以舊換新，實際上這不是新名詞，都搞了有3年了，也不知道到底搞了多少套，你敢說嗎？把這公布一下，每個地方到底收了多少套，這收了之後租出去了沒有，或者賣出去了，沒有一個數，都是雷聲大雨點小，都是寫文章宣傳。你看，廣州市花都區響應匯8條，並推出區級專屬落地政策，不到2周，花都2大區屬國企智都產城、花都城投就積極響應，參與到國企收舊賣新中。其中花都城投主要提供2大置換模式，一種是舊房委託銷售，即購房者選定新房，並同步委託花都
塵土銷售舊房，若90天後舊房如未售出，可無責退還新房陈述金。這叫什麼事？這叫脫褲子放屁，多此一舉。說的通俗一點，另一種則是舊房置換新房，對符合標準的舊房，花都城投可直接按市场公允價格進行收購，這個倒是可以。像這把房子賣給國企，收購資金同步入購置新房，無需自行找中介，等買家議價格。他這個是面對那些把舊房賣掉買新房的人。既然我舊房我能賣掉，那我為什麼要賣給國企？我把房子賣給國企，那錢我拿不到的，那直接就變成一個那國企開發的新房的首付款。你這又是一個叫什麼？類似于强买强賣，有什麼意義？他就是宣傳怎麼做，從來不說你交換了多少套，這個他是死活不說的，說各種優惠、各種手段、各種方式。這個與此同時，花都區為了促進購房需求釋放，還推出了總額3000萬元的以舊換新專項補貼，補貼額為新房房款總額的1%，單套最高補貼2萬元。同時，該項補貼可如廣州市級補貼疊加，單套最高合計可享5萬元補貼，進一步降低換房成本。那倒可以，也就是你給人家補貼，那行。我這房子我賣給別人是200萬，我賣給國企也是200萬，這200萬我拿去作為買新房的首付，可以。這個國企有政策補貼，他給補貼我2萬，那我可以，我占2萬的便宜。問題是你有那麼容易占這2萬便宜嗎？你在這兒占人2萬，那新房那兒你恐怕要虧個幾十萬，買的沒有賣的精嘛。不要看廣告，看療效。中指研究院廣州分院研究主管陳雪強指出，此輪以舊換新補貼政策疊加落地，切實降低換房置業成本，不僅為居民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換房路徑，也有助於加速區域內存量房源的流通，推動1、2手房市場形成良性互動。不只是廣州，在此輪市場周期中，企業下場收購居民舊房作為以舊換新的一種重要模式，歷經多輪演變並越發細化升級，越發有針對性，已經成為推動去庫存一項重要工具。收購類以舊換新最初由房企自行發起的市場化行為，目的是引流銷售。2024年起，鄭州、南京等地開始陸續推進國企收購模式。此後，該項政策全面在全國鋪開，核心1、2線城市也積極跟進。根據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統計，今年以來，各地又有超40條相關政策落地。經過2年多的探索與完善，今年以來各地住房以舊換新模式不斷升級，更多方式調動企業及居民參與積極性。根據中指調研，從企業端來看，舊房收購資金成本高，房源分散，用作保障性住房運營難度大等問題，會明顯影響企業意願。從居民端來看，收購價格低，置換新房需要再投入資金高，收購房源條件苛刻等因素，也會導致居民參與意願不足。你看，也就是這就是什麼收購二手房的現實困難。總之，第一財經我看了一下，說了半天没有說一個數據的，說哪個，比如鄭州搞得最早，你鄭州一共以舊換新換了多少套？大家還記得吧？這個今年是幾月份？上海也是2個區是吧？推出以舊換新，問題是3個月過去了，你換了多少套？為什麼不報一下？所以說啊，這些政策就明顯的就是脫褲子放屁啊！我看今天很多媒體都在報道這個，是真的是樓市沒得說了，小陽春也沒法吹了，只好說一說以舊換新，也說明這個樓市確實歇菜了，只能是尬吹。實際上我今天還看到一個新聞，是一個自媒體文章，說舉報北京新房被瘋狂舉報，也就是北京好多新房還沒開賣呢，就好多人舉報。你說到什麼地步了？不要說房子新房還沒賣就開始有人舉報了已經。那為什麼舉報呢？看上去讓人覺得一頭霧水，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。你房子還沒開始賣就被人舉報了已經，說這不是段子，是2020年北京樓市的日常。說今年5一前後不是北京的时候新房很火熱嗎？媒體天天報道，对吧？北京新房市场接連翻車，說順義的青雲國悅被舉報違規封防火挑檐，海淀的上地0702公示報歸途後，惹來功德寺業主群起攻之，甚至誕生了一封轟動網絡的公開信。
表面上看，舉報的理由五花八門，違規建設、規劃爭議、學區劃線。但如果你把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，一個清晰的邏輯浮出水面。什麼水面啊？四代住宅對二手次新產品的碾壓，正在引發一場資產保衛戰。你這個小區你是次新房，但是旁邊的小區突然蓋出一個四代住宅，這個四代住宅的價格好像比你的次新房也沒貴多少，就是你這兒是賣28000，人家那個新小區也只賣31000，表面上看好像他賣的貴一點，是不是？但是你這是舊，人家是新房。這第二個，人家得房率高，人家買100平能得到130平，那他130平怎麼來的呢？那130平就是開發商的動腦筋，是吧？把那個不該包的陽台給它包了，露台給它一包，那不是面積多了嗎？一大堆的，那這些肯定是多多少少有點擦邊違規。好，那這個小區的人一看，瘋狂舉報，讓你得房率高，都這樣，你知道吧？你說這叫什麼事？文章說，得房率100%加的新房正在把80%得房率的次新房拍死在沙灘上。你这老小区啊，那不叫得房率，那叫容积率，是吧？叫使用率。你房本你買的是100平，但是使用面積只有75平，一般都这样的。那你說你就没法跟人家四代房子竞争，那四代房子卖的價格还跟你差不多，或者比你還稍微高那麼一點，那你相當於你那個房子就被動貶值。陽台半價，設備平台白送，新房價格還比你低。那些花了1000多萬買了二手房的業主，眼看着自己還沒住進去的房子一天天貶值，不眼紅才怪。說先是順義得房率捲到110%，終於有人踩了紅線，說北京樓市得房率內捲的發源地在順義，這幾乎是業內共識。打開順義新盤的得房率成績單，數字一個比一個驚人。保利新城和勳得房率是104%到110%，保利怡景和勳做到是110%，新銳石棺3.3萬每平米的售價搭配110%的得房率。這些項目通過陽台設備平台、防火挑檐等形式實現增送，在行業裡早已是心照不宣的操作。但這種操作在今年5月遭遇到麻煩，中鐵公投在順義後沙峪的新盤青雲國悅被舉報了。舉報的核心直指開發商用防火挑檐偷面積。根據戶型圖，這套139平的4居產品贈送面積驚人，南北雙防火挑檐贈送18平米，加上設備平台7平米，內嵌陽台3.4平米，總計贈送29平米。你買139平的房子，給你送29平米，你說這其他小區的人眼紅，馬上就舉報，實際得房率逼近甚至超過120%。79平的戶型甚至做出了3居2衛。你買個80平都不到的房子，居然你要搞個30兩衛，你是怎麼搞出來的？你要是過去老房子80平，你的實用面積恐怕也只有頂多60平，你60平你怎麼可能整個30兩衛呢？但是現在你看，你買個80平的4代住宅，你還能整個3居室2個衛生間，你說這叫？那你說那些以前買了二手房的，買的那些二手房的人，那不就是眼紅嗎？嘚都起皮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你那房子就貶值了，你怎麼可能競爭得過人家4代住宅？那4代住宅人一買這個再當二手房一賣，你這些二手房就賣不掉了，你誰鬼還去買？你只能降價。所以这業主他就舉報，問題由此而產生。為了在報歸時過關，開發商交付了一版閹割版的戶型圖，那肯定開發商多多少少都是這種叫擦邊走違規，那審批的也是睜一人閉隻眼，人家結果旁邊的小區的業主看不過去了，舉報。實際上叫青雲國悅處境折射出當下開發商集體焦慮，這還是個中鐵的，那都是央企開發的。什麼焦慮呢？就隔壁競品都做到了100%的得房率，你老老實實的做80%，你房子怎麼賣啊？別人的那個新品都是110%的得房率，你也做不到110%，你好意思跟人競爭？價格戰打不起，利潤空間一壓再壓，只能在贈送面積上做文章。但一旦觸碰防火挑檐這道消防紅線，風險和代價就完全變了性質。這是順義，你看看，這就是開發商捲4代住宅之間捲，結果你4代住宅之間捲了，那個老房子的業主受不了了，出來捍衛自己的這個房價，你把老房子的業主給轉破防了。
再說海淀，他說海淀一封公開信道盡了1000萬業主的辛酸。如果說顺義是卷得房率卷到违規，那海淀呢，则是產品升級到鄰居破防。今年5月9日，海開善地0702地塊報規圖公示，海淀樓市瞬間炸鍋。海開拿出了堪稱海淀史上最強產品力的方案，30棟4到10層純洋房社區，風雨連廊加下沉庭院，10棟樓首層架空，會所體系碾壓同區域所有項目。最狠的是戶型，99起步就做到3面寬，南北通透。而功德寺雙子什麼和悅萬雲同期在售98平，只有2面寬，139平以上全部帶一部陽台加北側設備平台，整盤得房率穩在85%到90%之間。而功德寺雙子呢，层高2.9到3米，得房率75%到80%，那就比人差一點了。139主力戶型配置被全面吊打，這就意味着同樣花1000萬買房，買0702比買功德寺雙子多出整整13到15平米的使用面積，按11萬單價算，相當於憑空多出100多萬的價值。更讓功德寺業主破防的是，自己的房子還沒交付，隔壁新盤已經迭代到下一代產品了。等到交付那天，手裡的房子在二手房市场還有多少競爭力呢？你說這就是最殘忍的，在這兒，你房子買了啊，還沒交付已經貶值了，因為別人的房子更新，比你設計的更合理，得房率更高，價格可是一樣的。那你說買了這個功德寺這個業主，他能不生氣嗎？房子還沒交已經貶值了，少了100萬。同樣的房子，我100万，我是1000萬買的，你也1000萬買的，那以後比如說我賣二手房，我就可以比你便宜，或者我到时候800萬賣，人家就願意買，你那800萬人家不要，你那600万差不多，因为我这大，对不对？說很快網上流傳一封功德寺業主致善地0702業主的信，信中語氣耐人尋味，一邊強調我們不是敵人，一邊暗指產品代差帶來的資產重估風險。那意思就是說，你們0702的業主，你們以後你這房子賣貴一點好嗎？你千萬不要跟我賣一樣，我這房子賣不掉了，就這意思。你得往高裡賣，這種競爭是這叫什麼？不平等的。這種鄰里友好的背後是赤裸裸的資產焦慮。而這還只是功德寺，真正瑟瑟發抖的是橡樹灣的業主。清河橡樹灣海淀次新二手房的標杆，2020年一季度均價是9.7萬每平米左右，一套125平的3居成交價在1110萬，但花這1100萬買到的是面寬進深比一般2.8米層高，75%左右的得房率，老舊的外立面和緊張的車位。如果0702開盤價定在11萬，98平剛好卡在1000萬出頭，3面寬純洋房，獨立家政間，89%的得房率。那你說誰還去買那什麼清河橡樹灣那玩意兒二手房，你還賣得掉？那就立馬就貶值這10%。說這對比像一把刀，直接插在了次新二手房的價格體系上。數據顯示，2026年4月，橡樹灣部分3居戶型成交價較去年高位已經下跌10%，部分95平的3居報價已滑至930萬到970萬區間，已經在降價了。你這0702到時候一交房，人家開始賣二手房，那你這直接就吊打橡樹灣校區。文章說誰在舉報？為什麼是現在？說回頭看，近期北京的舉報潮並非偶然，它背後是3個因素在同一時間點集中爆發。說第一個是4代住宅產品迭代太快，卷4代住宅是吧？那開發商開始卷嗎？結果4代住宅之間一卷，那3代住宅過去的老房子直接就破防崩潰。4代住宅全面鋪開，得房率從過去的75%到80%直接飆升到100%以上，產品代差已經不是量變，而是質變。一套2023年入手的次新房，在產品層面已落後2020年新房整整1代。第二個是二手房價格持續承壓，業主資產焦慮上升。海淀橡樹灣從2025年底
10.8萬的每平米，跌至2020年一季度的9.7萬，就少了1萬了。功德寺双子成交均價10.5萬元每平米，市场普遍擔憂交付後破發。當房價上漲時，產品差距大家可以忍；當房價下跌時，每一項產品劣勢都會被放大。第三個說，新房偷面積模式存在合規漏洞，舉報有據可查。無論是青雲、國悅封防火挑檐，還是其他項目交付後由第三方封閉陽台，本質上都是游走在灰色地帶。但是這個案例給了舉報者現實的依據。說到最後，舉報是對資產貶值的應急反應。當你的房子因為隔壁新產品碾壓而貶值幾十萬甚至上百萬，你很難不生出紅眼病。舉報的由頭可以五花八門：消防隱患、違建風險、學區劃線。但根子只有一個：你的新房太好了，好到讓我手裡的房子不值錢了。這個文章向我們揭示了一個什麼呢？因為我們很難關注到這一點，我們就知道什麼第四代住宅，沒想到第四代住宅對以前的房子造成這麼大的打擊。大家都知道新房為什麼價格漲了，能理解了吧？因為得房率都高了。你本來你是1萬1平米，得房率80%，好，現在你得房率是100%，他賣1萬1，本質上還是降價了，对不對？但是你表面上看的是漲價了，漲到1萬1，實際上是降價了。所以說新房價格的猫膩特別多，這個我在節目一直說，是吧？所以你要看到什麼上海、北京的新房價格漲了，那都是本質上是跌了，因為它得房率高了。結果你看，大家卷新房、卷四代住宅、卷的这些次新房，這老房子崩潰了，破房了，舉報。我倒是覺得這些次新房的業主心態調整一下，誰讓你買了，對不對？你買了就得認，你舉報人家幹什麼？你就是把人家舉報了，你的房子價格也升不上去，還得降。這是大勢所趨啊！你要怪就怪自己有眼無珠，認知決定了。你急着上車的，非要急着去買，甚至有的人還是炒房，七大姑八大姨借錢的，交着首付，完了之後自己咬牙勒緊褲带的還按揭，本來想房子賺錢的，這一下套住了。不要管它四代還是幾代，新房一上市，第2年就降價，10%、10%往下降，都一樣，北京也一樣。所以說，你得做好心理準備。你舉報別人有什麼用？你舉報別人並不能讓你的價格漲上來，你的還要降。誰讓你買的早，對不對？誰讓你那麼着急，非要提前買呢？你不能，你現在想買的，你不能等到明年再買嗎？你前年買的，不能等到今年買吗？对不对？没人逼你，你是被誰忽悠的去買的？你這個時候開始到處舉報別人，你買4代住宅，馬上5代住宅就出來了。你買5代住宅以後要吊打4代住宅，不一樣的嗎？你做好心理準備。所以這個也告訴我們，很多想買房的，你要心裡有數。你現在買的房子，未來它必然會貶值，因為你買的這個房子再好，未來更先進的房子、更好的房子，第5代更合理的，對不對？那你未來的房子越合理，性價比越高，那就意味着你這房子貶值越快，沒辦法，但你得認。所以你看，北京居然流行那個新房被瘋狂舉報，原來是這個原因。這還是2020年北京樓市的日常。我們再看一個自媒體的文章，這個寫的也很有意思啊，寫的主要是一個老朋友失業，這個反映的是在西安，是吧？在曲江菜市場撞見我那年薪40萬的發小，39歲被裁後，他連花乾膜都捨不得加蛋。文章這麼說的，他說：昨天下午在曲江池西路便民菜市場，我撞見了老周，他蹲在賣青菜的攤子前，跟攤主為了2毛錢砍了3分鐘價，手裡攥着一個皺巴巴的塑料袋，褲腳沾着泥點。要不是他先喊我，我根本認不出這個穿人字拖、頭髮白了一半的男人，是當年西電畢業，在華為西安研究所拿年薪40萬的技術骨幹。我跟老周是小學同學，土生土長的西安娃。在我們這幫人裡，他一直是別人家的孩子。高考考上西電計算機系，畢業直接進了華為，幹了16年，從普通程序員熬到了技術骨幹主管。西電在西安還是很出名的，是吧？10年前，他在高新紫薇田園都市買了套小兩室，全款付清。那時我們都羨慕他。
說他這輩子穩了，不用再為房子發愁。可誰也沒想到，3年前他會做出那個讓他現在悔青腸子的決定。那年他2胎生了個兒子，老大剛好要上小學，原來的小兩居住不下了，再加上從高新到華為景業路的新園區通勤幾十分鐘，他腦子一熱，把高新的房子賣了，又掏空了所有的積蓄，還給銀行貸了580萬，在別處買了套大平層。好了，這一下基本上就完了。高光時刻說，連裝修帶家具前前後後花了快950萬。這在西安呢，那買的什麼房子？我當時勸過他別加這麼大的槓桿，留點錢防身。他拍着胸脯說，沒事，我年薪40萬，每個月3萬2的房貸剛好夠還。我媳婦在小學當老師，工資夠家裡生活費和孩子的學費，日子緊點但能過。你看，這就是認知決定的，槓桿拉到極致，拉滿了，显然绷得太緊。那时候的他意气风发，開着汉蘭達，穿定制的西裝，吃飯永遠搶着買單，朋友有事隨禮，永遠是最後的那個。我們都覺得他已經穩穩站在了西安中產的頂端。可誰也沒想到，時代的一粒灰說落就落。今年過完年，華為大規模裁員，相關非核心崗位員工首當其衝。老周拿着12個月的 N+1 賠償，總共48萬，稀里糊塗就被踢出了他待了16年的辦公樓。幹了16年，華為給他補償48萬，其實也不少了。你很多民營企業還沒這麼多錢呢。剛被裁那會兒，他還挺樂觀，覺得自己有技術有經驗，在西安找個年薪30萬的工作根本不是問題。可現實狠狠給了他一巴掌，他投出去300多份簡歷，90%石沉大海，偶爾有幾個回復的，要麼是工資直接砍半，要麼是要求996大小周，要麼是 HR 一聽他40歲，直接沒了下文。有個獵頭給他推薦了一家小公司的技術崗，開價1萬5一個月，他猶豫了3天，最終還是沒去，不是嫌工資低，是心裡那道坎兒過不去。以前自己管着10幾個人，現在要被比自己小10來歲的人呼來喝去，怎麼想怎麼別扭。你這時候長衫要脫下來，對不對？不是不別扭的事，這還沒想明白，就這麼高不成低不就的耗了3個月，手裡48萬賠償款，扣完房貸和各種開銷，已經見底了。他第一次跟我開口借錢是上個月，電話裡他支支吾吾半天，說這個月的房貸還差5000塊，我給他轉了1萬，他千恩萬謝，說下個月發了工資就還我。可直到現在他連工作還沒找到，能拿什麼工資還他？那天在菜市場，我們找了個路邊的攤子，一個人要了一碗胡辣湯，他要了一個花干夾饃，猶豫了半天還是沒加蛋。以前吃夾饃必須加雙蛋，現在加個蛋都要琢磨半天。他苦笑着說，我媳婦的工資要養2個孩子，要交物業費水電費，還要給我爸媽買藥，1分錢都掰成2半花。我這個當爹的不僅幫不上忙，還要拖家裡後腿。他跟我說，他現在每天早上8點準時出門，假裝去上班，其實就是背着包去曲江池公園坐一天，或者去省圖書館待着，等到晚上6點再回家。不敢跟我爸媽說我被裁了，他們年紀大了，有高血壓，怕他們受不了。也不敢跟媳婦說太多，怕她壓力大，所有的事只能自己扛。這40歲了，失業還不能告訴家裡人，這是多大的一個寶貝。晚上回家我不敢上樓，就在地下車庫坐1個小時，抽2根煙，調整好情緒再上去，裝出一副沒事人的樣子。我問他以後打算怎麼辦，他低下頭，用筷子嚼着碗裡的胡辣湯，半天沒說話。過了好久，他才抬起頭，眼睛紅得嚇人。我昨天去看了外賣騎手的招聘，人家說我年紀太大，怕出安全事故。滴滴司機也問了，現在車太多，一天跑12個小時，也就掙個200-300塊。我現在每天都在想，要不要把曲江的房子賣了，
可現在房價跌得厲害，掛出去半年了，連個看房的人都沒有。真要賣，最少要虧200萬，不賣，每個月3萬多的房貸壓得我喘不過氣。有時候我真後悔，當年要是不換這個大房子，我現在日子過得不知道有多舒坦。可世上沒有後悔藥。那天我們聊到天黑，臨走的時候，他從兜裡掏出一包皺巴巴的猴丸，遞給我一根。我記得他以前只抽軟中華。看着他騎着一輛破舊的電動車消失在夜色裡，我心裡堵得慌。原來我們引以為傲的中產生活，不過是建立在一份穩定工作上的空中樓閣。一場失業就能讓你瞬間從雲端跌落地獄。在西安，像老周這樣的中年人還有很多，他們名校畢業，大廠出身，有房有車，看起來光鮮亮麗，可他們的抗風險能力脆弱的像一張紙，一旦失去工作，高額的房貸、孩子的學費、老人的医藥費，就能瞬間把一個家庭壓垮。他們不敢生病，不敢請假，不敢辭職，甚至不敢崩潰，只能咬着牙硬撐着，在無人的角落裡偷偷舔舐傷口。人到中年，千萬別加太高的槓桿，手裡一定要留夠至少2年的生活費，這才是你最大的底氣。房子夠住就行，車子能開就好，不要為了所謂的面子，把自己和全家都拖進無盡的債務裡。2年的生活費，那咱們在會員節目裡說的，對吧？可不是2年。看過我會員節目的是吧？我覺得不至於這麼慘。我在恒大一暴雷5年前就開始天天絮叨，天天來來回回就說這件事。如果他看進去了，那不至於這麼慘。實際上我們每一個人，無論你有沒有工作，無論你收入高還是低，無論你收入穩定還是不穩定，無論你是年薪300萬、1000萬還是年薪3萬，都一樣。你只要上槓桿都會崩。許老闆上槓桿那也崩了，王老闆上槓桿一樣的崩。槓桿這玩意誰上，對吧？就是在資產下跌的時候啊，資產縮水的時候，誰上誰倒霉。槓桿這玩意一視同仁，都是平等的。你誰上槓桿誰都輸。你說這人一个月工資3000，上槓桿他也會輸。你一個月工資30萬，你上槓桿一樣的會輸，一個道理。這就像炸金花一樣，你每次都贏了，贏完之後你每次都說把它全部壓上，你只要有一把輸你就沒了，清空。所以我們一直說叫抗風險能力。你買房還是不買房，你要根據自己抗風險能力來決定。像老周這樣的人，不光是西安，全國到處都是，只要加槓桿，你的下場跟老周就是一樣。不在乎你是華為還是哪個小公司，不在乎你是年薪40萬還是年薪4萬，都一樣，只要你加槓桿。所以要慎重，尤其現在經濟形勢不好，在往下走的時候，我們只能求穩。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